做茶，吼，烘过浮过，吼，安尼控过会靠做茶，来甲喝伫即内底来滚，这就是食菜原理。咱食菜诶，就是我即摆用互恁看者，那为着要看恁讲有真正有爱顾恁诶筋甲骨啊，然后恁来，吼，我今仔日慎重直接甲恁讲，即3点呢。莫讲甲我买是几百块，毋是，是恁有用心要为着你的筋骨来做一个会晓煮会晓控的人，所以讲的时阵吼，我就甲即3包送互恁，等于呢，大家亲身体验一下。后个时阵吼，讲一个较歹听咧，恁庄仔头若有你来焗一个灶，安尼来滚。本来互恁庄内外遐老岁仔人来低音，互因毋免坐轮椅，吼，低音互因毋免举拐啊，互因的时阵吼，毋免讲为着即个筋骨的问题，嘛莫讲为着过去有伤着，吼，有弄伤、有弄断、有弄病，即种安尼，我认输的原理毋是3点尔，你若有原理，要像我安尼控一个灶，一工去甲控1鼎也好。控2鼎也好，要互恁的市内的人、庄内的人，莫互讲遐的人为着要食我一口哦，好，就安尼直接远走来到我遮。只要你若愿意，吼，你若是参庄人，吼，你有法度做到即个工课呢，那你进无即个龙回头，我愿意送互恁哦。哦，所以我送互你的时阵吼，你嘛有功德，我嘛有功德，然后龙回头。地大公，大家来分享。那希望讲这个龙字头会当做药材的龙字头哦。我拢甲伊讲，会当讲到龙，就是有我至尊，这个皇帝都有讲到龙哦。无非呢，这项物件呢，就是有遮尔啊好用，所以伊才互个名，互伊的名叫做龙葵头啊。再三甲恁订有想要做。如果你进无头路，啊，你进的时候，就已经退休啊，就已经吼，身体无介好，想讲的是家，迄个啥，经济毋是介好，你看咱摇头猪脚一碗150块，咱嘛是食较排队的。那咱这个时阵吼，敢会水吗？无水哦。所以讲你的经济若无好，来，我提醒你，只要有一个灶，一个鼎。安尼你就会当做会当做一个头家啊，会当做着即项的头家。吼，我嘛无智慧讲的是吼，你均的时候一碗卖人150块，我嘛无智慧。吼，互你有头路，佮互你会当为恁庄内人，为恁的附近的人，吼，买安怎的时候，招来去倒遐吼，啥物人摸因兜的时候，控这个龙鬼头的时阵吼。讲咱安尼有心伤有负伤，吼，有断伤有弄伤有啥伤，吼，不管啥物伤呢，佮随会知影，食好甲哩，好，安尼大家身体呢，哇，是阶段欢喜。好，我恁姊妹呢，今仔日呢，为着龙回头，甲恁拍一支片，要来互朋友大家知影，希望恁呢，拢会当为着龙回头，吼，来甲恁的身体顾好好。安尼上实在好，谢谢，再见。所以呢，把蛋甲暗啊。这很久呢。就是要下所以说是规头，咱人呢，规头要顾甲规身躯，骨头拢爱顾着，所以讲鸡是安尼。这若伫个菜市个大卖场，拢有当买这。好，你若像我这一鼎的时候，这安尼一鼎60只，吼，所以60只的时候，就是要来控制，所以讲这我若保护甜的时阵，就会变成像安尼，变就安尼就是哪，就是下药料。有些知识只有鸡骨头而已。咱这中药材嘛，大家嘛知影讲的中药材，就是一个带路的药引，所以讲的是，是水果内底算上温补的一个规矩，安尼做，
所以讲这种田园体，拢是一个打品的物件，互来产品。那少不了就是野生的甘草，然后当归。好，所以讲即摆安尼哦，咱即个。即马你看，这两点真就是完成。为即马开始哦，即马的时候爱控到暝仔载，为即马开始控到暗，然后这是无后悔哦，这是咱大考察国内的时阵啊，是看问的时候，是爱问到暝仔载哦，所以讲这点物件等于讲一定爱一年一日。所以这种浓浓的浓缩，好，恁来看讲，这个原则伫遮，好，恁正看这就是即摆咱已经第一遍已经去伫遐，所以讲即摆这搁淹水落啊，所以讲这两遍水啊，这第二遍水，同款为即摆，嘛是爱控到暝仔载。遐呢，加过来已经卖啊。那咱遐药料嘛已经控到拢总入去了后的时候，伊是头一遍的原则，这是第二遍的原则，爱去甲因两个搁夹做伙。所以讲啥物货呢，拢有头，有昏有沉啦，那有阴有阳啦，有日啦，有暗时啦。所以讲这贴呢，确实来讲，我有用心要来甲用古传的方法，咱落安尼看甲控好。希望讲今仔日呢，我甲恁录这块地，绝对毋是为了要趁恁的钱，一贴100块箍啊，讲真正工钱较侪过药料的钱。那呢，无论啥物人呢，拢有这个权利来甲骨头顾好。但是，就是无啥物人的时阵讲有法度来去跟着这个物件，我就甲你讲，第一一定就是这个教会大灶安尼去办抗疫，这个呢，就有遵守着国法。希望台湾人呢，脚踏伫台湾土地，用着咱台湾的药材来顾咱的身体，这是较实在。总讲一句呢。紧甲过是咱人一定爱保养的一个基本。那呢已经，我就甲你讲，已经控10外天呢，安尼已经教会很多人敬人而乐，无人嫌。普通药材呢是半好半无好，或者普通啊尔，不过伊呢确实是普通是顶级。咱我林世辉呢，嘛无想讲的时候，要互这个传承的物件转失传。所以讲的时阵我迄本7本册顺啊摕来，这就是阮的单品。那因为这样物件到清明过了后的乌天伊家己自然会死去啊。所以讲过就无物件，那无物件，阮就爱趁这有物件的时阵阮就甲厝遐甲切落单，到是无法度，已经无逐个通啊好的时候，只好就是用单来用单啊。然后这本册内底有去写着龙葵头立大功这篇这是新茶园的健康广场的一个专刊。那龙葵头立大功，我遮个有甲恁图文并茂，有手长的，有卡笔的，有迄个面顶袂动的所以讲恁手上有这本册的爱好我林世辉青草的朋友，
我接想要甲即忝的来传承互你，所以讲的时阵要互恁讲后摆毋好讲干那食人控便便的，因为总是我嘛是会老啊，我嘛会退休啊，所以讲你来的时阵我即摆安尼互你看，互你会晓群恁兜菜市嘛有群骨啊，所以讲互恁家己亲自去动手，然后这3包就是一贴药，这3包，你若摕这本册来，我就送你这3包，不管你家己要群炒的也好，要群素食的也好，那素食我就甲你讲，一定爱烤这茶，烘过煮过，安尼控过的烤这茶来甲喝伫这内底来滚，这就是食材权利。咱食菜的，就是我即摆用互恁看者，那为着要看恁讲有真正有爱顾恁的筋甲骨，然后恁来我今仔日慎重才甲你讲，这3点呢，莫讲甲我买是几百块，毋是，是恁有用心要为着你的筋骨来做一个会晓。煮会晓控的人，所以讲的时阵我就甲这3包送互恁，等于呢，家己亲身体验一下。后个时讲一个较歹听咧，恁庄仔头若有你来焗一个灶，安尼来滚来，互恁庄内庄外遐个老岁仔人来低音，互因毋免坐轮椅，低音互因毋免举拐互因的时阵毋免讲为着即个筋骨的问题，嘛莫讲为着过去有伤着，有弄伤、有弄断、有弄病，即种我认输的原理是3点尔。你若有原理，要像我安尼控一个灶，一工去甲控1鼎也好，控2鼎也好，要互恁的市内的人、庄内的人，莫互讲遐个人为着要食我即骹就安尼直接走来甲我食。只要你若愿意，你若是参庄人，你有法度做到即个工课呢，那你进无即个龙回头，我愿意送互恁所以我送互你的时阵你嘛有功德，我嘛有功德，咱龙回头立大功，大家来分享。那希望讲即个龙字头会当做有才的龙字头我拢甲你讲，会当讲到龙就是九五至尊，即个皇帝都有讲到龙无非呢，即项物件呢，就是有遮尔啊好用，所以伊才互甲名，互伊的名叫做龙回头再三甲恁评有想要做，如果你真无头路你真的是就已经退休就已经身体无介好，想讲的是家迄个啥经济毋是介好，你看咱摇头猪脚一碗150块，咱嘛是食较歹甜的。那咱这个时阵敢袂水吗？